今年2月份开始高丽菜大出，产量是比过去增加2成。也毋过日本却因为落大雪高丽菜是减产3成。农粮署即马准备要甲1500吨的高丽菜外销日本甲其他国家，来帮助咱国内的农民增加收入。一箱一箱的高丽菜运上柜，准备要外销到日本。今年的冬天气温低，真适合高丽菜生长，加上产地农民积极济，高丽菜产量比往年加2成。导致产地高丽菜每公斤差不多到10块。近期农粮署将辅导7间产地农民团体，要将高丽菜外销到日本等国家。他们这边的价格的话，其实是还不错，因为现在日本的高丽菜的价格大概是他们往年的2到3倍哦。所以这个时候过去的话，这个在日本卖的话，1公斤大概是台币120块以上。农粮署表示，日本今年因为受到极端气候影响，去年热天气温过悬。雨水分布无平均，加上日冬后大雪等因素，高丽菜收成无好，价钱拢比往年悬出2-3倍。但拄好碰上国内高丽菜生产过剩，会当借由外销帮助农民收益。我们经营在地方来讲，都是以不管市价多少，都是以跟农民保价收购，然后就是跟日本那边谈定了，扣除我们的管销费用之后，所有的利润都是回归到农民。媒合相关的一些加工业者去做像这个节切的供应这些团膳餐饮业者，然后另外也去辅导他们去做一些冷冻食品，来去让这个消费的市场价格比较稳定。高菜生产合作社就讲，近期高丽菜生产，产地高丽菜每公斤差不多到10块，但会当透过去做补价收购，每公斤至少12块的价效。农粮署就讲，近期和7间产地农民团体合作。按算外销到日本以及其他国家，总共86柜，1500多吨的高丽菜。公司新闻王阳为你报道。